讲到这几年有真侪人文的学科拢有招生的问题，不过台北教育大学台文所却传出讲明年要设大学部的台文系，所长表示讲，因为目前国校正式的台语老师还阁是真欠的，未来系里除了有本地文学历史的专长，不过再发展台语师资教育，也希望会当栽培出有台湾文书底子人才，伫各种行业大家来发展。 就是伊有一寡文学作品以外，其实广告化是一个部分吼，对啊，所以你会当看无同款的时代，因迄当中可能是行啥物。老师上世界岁1885年创刊教代台湾教会公布，这也是台湾上早的新闻刊物。台北教育大学台文所传出明年要加设大学部台湾语言与文化学系，所长苏瑞聪表示，目前国校正式的台语师资也真欠，但得到教育部的允准，未来系人伫文学和历史的研究专长以外，要过来发展台语教育栽培师资。阮是三种拢有，所以阮是希望讲将来讲学生出去教册，还是讲伊也无要教册，伊去外口做各行各业，对伊来讲，毋若讲伊台语这部分，算讲足专业的。其实伊本身台湾历史、台湾文学，伊迄种基础嘛足好的。112学年度到114学年度，语文学门相关的系所的新增案，以外国文学语文类的占大多数。那因为台湾语言发展是国家重要的一个发展政策，所以本部呢是有鼓励大学校院来开设相关的一些国家语言的课程。另外，助理教授王桂兰嘛指出，虽然全台湾有真侪台文相关系所，不过无一定有师备课。以北部来讲，就真欠国小的师资培育科系。未来北教大开设台文系，嘛有编写教材、台语教材教法等等的课程。小海师资培养基本上是咱台中教育大学有咧做，若是以北部来讲，目前是较欠缺，因为咱师大主要是做的是中等教育的部分，所以我感觉，若是咱明年成立，就是北教大有成立台文系，那这方面咱伫小学的师资这方面，咱其实会当做真侪会拍拼。这几年真侪人文学科拄当招生的困境，不过所长苏瑞聪认为，北教大台文系未来的目标真明确，栽培台语师资是一部分，另外一方面嘛，毋忘栽培有台湾文书底子的人才，伫各产业拓展发展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